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初5。提摩太前书2章12节到15节。我毋准妇人人教示，也是管辖查甫人，伊着安静，因为亚当大先受造，后来才夏娃。亚当无受诱惑，毋过妇人人受诱惑陷落罪。不过妇人人若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、甲圣洁，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。保罗面对伫初代教会所拄到的情形，甲咱今仔日所拄到面对的无同款。当时有一寡妇人人，因爱伫会堂中间，无论是出头来讲道，也是咧管辖着查甫人，造成教会的一寡问题。所以保罗爱因学习安静，也毋茫伫中间建立教会应该有的特殊。当然，用现代的人所面对的境况，甲过去无同款的是，无论是妇人人，也是查甫人，对于保罗所讲的，上要紧是每一个人拢是毋是有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、甲圣洁。咱会通伫信仰顶头来徛在，也持守伫信仰、仁爱甲圣洁顶头，成做主所欢喜的款式，就咱会通因为救主耶稣的恩典来得到救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信仰中间努力来徛在，互咱会通过圣洁的生活，通伫所行顶面荣光主的名。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